功德，圣灵敲响福音钟声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特别欢迎一个长辈杨思卓姊妹伫咱的中间，伊是咱的贵宾，咱欢迎伊。今日第一摆，甲咱做礼拜，我马上欢迎你来。愿天顶的上帝祝福你，欢迎你来，亲爱的，这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伫即间真，互你疼痛的教会，阮做伙做亲人，做伙做兄弟姊妹。阮伫即间厝内，阮要领受主你的恩典。阮对心中有真侪感觉，较遮尔奇妙。天顶的上帝愿你甲阮三合伫地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无论是头一摆来，或者阮对少年就伫即个所在成长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阮会当伫今仔日得到你圣神的充满，互阮的人生也得到上帝你的恩惠甲阮同在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上帝你施恩，互阮白白得到，也互阮一生得到，互阮用领受祝福的心，对主你到一生的落尾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，你看这张图就是咱的教会图。我毋知你看到这张图时，你感觉安怎？咱的教会是一间心中的教会，亲爱兄弟姊妹。如果有你的朋友问你讲，你为什么你要去教会？请问你甲伊讲什么？伫即间教会内底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要安怎甲人介绍？就亲像你咧介绍你的家己的亲人。我的家族是做啥物生意的？我的家族是咧做啥物？咱安怎讲起一间教会？我深深感谢上帝。虽然这是一间的庄脚的教会，但是伫即间教会内底，互我享受真侪的快乐。有恁的同在，也看见即间教会一庄一下。一庄一下，对无？所听的姊妹，咱即间教会起头是一间真破碎的教会。有人讲无，说你莫阁讲起过去的破碎，但是讲到教会的过去，其实是咧讲起上帝的恩典。上帝安怎互一间真平凡的教会，伊诚做互圣神所使用的教会。顶个月7月，咱的教会来了一队几个人客，因是对美国。纽约倒来这个姊妹，伊带伊的囝婿，带伊的查某囝，嘛带伊的孙仔，恁会记无？黄子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感觉上帝伫这个教会有一粒钟，这粒星正直直传，有真侪甲咱无熟悉的人，因伫云端、伫网络、伫逐所在，因听到上帝安怎听这间教会，因的心中感觉好奇。所以，因就要来到咱中间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为教会祈祷。咱的教会有一个工作是只有中级咧做，就是每一日做礼拜的这个9:45，咱的长老执事一定去敲钟讲这粒钟。这粒钟的由来是对对来，这粒钟是一个咱中华关的一个老师伊送咱，就是前个馆长的先生，伊送咱这粒钟。伊送我这粒钟的时阵，是因为伊知影这堂教会咧重建，伊嘛听着讲这堂教会想咧找一粒钟，因为老教会过去拢有钟，对无？钟若讲钟的时阵，代表什么意思？紧来做礼拜，紧来做礼拜，紧来做礼拜，敢是安尼尔？其实这粒钟若受敲响了，其实伊叫做福音的钟声在大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送咱这粒钟的这个长辈，伊甲我讲一个道理，伊讲每一个人拢是一粒钟，
因为每一粒钟所讲出来的声拢无共款。我毋知恁敢捌想过即种的道理？伊讲，即个世间所创造每一个人，无有一个共款的，就算做上生啊，无嘛无100%完全相共款。恁知影牧师是上生啊，对无？恁有个人捌看过牧师的哥哥？有够共的。牧师出国去读册迄年，有一个牧师感觉足好奇，因为你明明听讲曾浩成牧师出国去读册。但是为什么伫台中咧逛街的时阵，看到曾牧师带一个毋是单身有牧师的查某人？伊就感觉讲，这个曾牧师毋知有影出去读册啊，无影出去读册。若真正无出去读册，安尼实在太无应该啊！伊挡拢袂掉，伊也毋敢问。后来真正挡拢袂掉，伊就。毋是做鸟爸啊，是做好意就敲电话陈牧师讲，陈牧师，你敢有恁先生曾牧师敢有真正出国去读册？曾牧师讲问讲，你谁来甲你讲？伊讲我伫台中逛街的时阵，看到一个曾牧师带一个无熟悉的小姐伫遐咧逛街，逛百货公司。兄弟姊妹，逐粒钟的声拢无共款。今仔牧师第一日要甲恁祝福。求天父上帝，互你的生命沾上一粒好听佮响亮的钟，阿免嘛。咱的人生若互人用，上帝若出来用伊的圣心，甲咱摇动。请问你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声是好听还歹听？诗篇33篇第3节，甲背起来。诗篇33篇第3节，伊讲按上帝唱新的歌，好听。个响亮，愿上帝的话亲像正对咱人生的祝福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你所生的囝，伊伫这个世间所发出的人生的成就是好听个响亮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圣神伫咱的教会做这个工。上帝送咱这粒钟，毋是要互咱做装饰品较好看。上帝送咱这粒钟，是要互咱伫这个所在经常警醒。当钟声摇动的时阵，伊要甲咱讲，恁就要为我唱欢喜的歌，唱好听个响亮的诗歌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伊的圣神伫咱的教会内底，伊敲你的心，因为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的心内拢有一粒钟。当咱的心内这粒钟受摇动的时阵，咱就要有智慧，咱就要听到上帝甲咱讲的声音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这粒钟声带互你平安。我送欢迎你来，伫我还未甲你初见面之前，我对你的查某囝有听到，伊袂当常常逐日甲你做伙生活，但是你的查某囝真关心你暗时好困无，关心你敢会当过了真喜乐甲平安。今仔日个礼拜。愿上帝将这粒平安的钟放伫你的心内，对今仔日到你一生的路尾，每一日，上帝赏赐你稳定甲平安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要将平安的钟声放伫咱的内底。我邀请咱今仔做礼拜内底读这段的圣经，主要嘛是要提醒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伫竹堂，咱的厝边目睭金金咧看。这40年来，竹堂教会伫竹堂，到底有好名声，或者是歹名声？竹堂教会伫这个庄头，咱用什么来甲人讲？阮是信耶稣的。当咱每一个礼拜讲经的时候，咱厝边头尾拢知影，又搁是礼拜日。因若是礼拜日的时阵，竹堂教会拢会讲经，而且讲10声。10声意思原本是设定讲就10点做礼拜，所以就讲10声。但是十全十美，上帝所赏赐咱的是以福音的钟声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因为上帝讲，这间教会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，伫合该书第2章。但是上重要毋是咱有啥物种通夸口，毋是。上帝的意思就是讲，这间教会将来后来
要互人看见上帝伊的阳光伫地上，甲一群送香的人、平凡的人三甲伫地。所以上帝讲，这间圣殿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，毋是讲咱熬做人，毋是讲咱伫社会中间有甚物种的特别的成就，毋是，是上帝亲自将伊的福气、将伊的恩典放伫咱的中间。但是上帝最后的结束，毋是用阳光在结束。伊讲，伫这个所在要有平安。兄弟姊妹，如果有你的亲人、有你的朋友，伊的生活中间拄着惊吓，你安怎甲伊安慰，伊拢无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有喙讲到无赖的事，有一个真要紧的方法，咱甲伊招，咱甲伊讲。我无法度将所有平安的道理甲你讲，但是我带你来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你会通得到平安。咱的教会捌有一个伫这个所在祈祷了后，伊的人生改变。因为这个人姓叶，伊是伫一届车祸了后，互人拘留伫警察局。迄暗伫警察局过一暗了后，伊心内有无平安？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产生真异常的行为，会连续3摆烧炭自杀。但是伫伊第3摆最后烧炭自杀的时，伊的太太嘛已经真亚身，因为伊的太太感觉讲已经精疲力竭，陪伊的丈夫死意已坚，我要安怎甲伊帮衬？后来，伊就进入教会，佮带伊的丈夫坐伫这个所在祈祷。阮3个人做祈祷了后，我发现这个人根本无爱听，伊坐伫第100多这个位。我甲伊讲，这间教会门24小时是开的，虽然看起来先关起来，但是这个门开的，你会当家己入来，你免烦恼甲我吵着。你若想要安静，你家己入来。这个兄弟隔工真正家己伫阴暗大概9点外，伊开车来入来到这间教会，坐伫这个所在。有一日，当上帝安慰伊了后，伊甲我讲起，伊迄暗来伫这间教会，伊的感触。伊讲牧师，迄个阴暗，我家己一个人静静坐伫恁的礼拜堂内底。伊讲恁的礼拜堂内底，我感觉。有一个人坐伫我的边啊，虽然我无看到，伊迄个时阵也毋是基督徒，伊毋知影迄是圣神的同在。迄个阴暗开始了后，伊就决定无要搁再自杀。搁较奇妙就是，后来伊竟然带伊的同事来教会，伫这个所在祈祷，因为伊是第2公司专门咧看线。来维修所有高压电线的人，因的工作性质相当危险。伊的同事就是咧操作迄支吊车迄个人，伊的同事伫下面用遥控的电动，将迄个吊车突，将一个人撸到迄个高架线顶管的时候，发生意外，啪一下。伊讲伊目睭金金看到伊的同事伫迄个吊篮的顶管。亲像烤肉安尼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要救要断电拢袂赴啊！后来当因将电切掉，总公司电掉，伊甲这个人累落了。伫下骹这个操作这个人，伊失去伊的同事，伊心内惊到无法度讲。这个自杀决定要得到平安的人，伊带这个同事来到教会做礼，无做礼拜，因伫这个所在祈祷。我的故事讲到这，因为后来这2个人我拢毋捌搁再见面。但是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讲伫这个所在要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毋是从牧师带来，这个平安是你我咱所相信的上帝，伊所想事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为着这间教会祈祷吗？你愿意咱做伙做礼拜，这个教会会通带互人祝福吗？
会记得，得等教会毋是干那点一粒钟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要摇动迄粒钟。咱毋通做一粒破册，破册的意思是讲，一粒钟伊若是当做，若去用讲破去，迄个声恁听起来安那？但话讲破册破册对无？迄个声讲起来，安怎听都袂舒适。咱的人生无破册，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将你的生命放伫伊的手中，伊甲你用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。这是今仔日牧师对心中的邀请，愿咱为着这个教会来祈祷。今仔日咱的第二段圣经写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，伊讲上帝的圣神要降伫恁的身上，恁的身上就要有能力。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讨，你的圣神踮伫我一生，互我无行东行西，互我无搁再行东行西。主啊，你的圣神踮伫我的生命中。对即摆开始到永远，主求你甲我同在。这是今仔圣经明明讲，2000年前教会是安尼开始，因为这个圣神充满伫2000年前，耶稣的学生迄群人一直到今仔日，这个圣神从来无离开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是咱个人，我嘛要邀请兄弟为教会祈祷。你若感觉你伫这个教会有得到福气，请你毋通白白离开这个所在，请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用祈祷求天父上帝，互这间教会是一间会当祝福人的教会，好唔好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这个礼拜真要紧，就是求天顶的上帝伊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所邀请来的亲人朋友，因伫因的一生中间，无论拄着大小事。上帝圣神做因的帮助，佮有今仔日个金句，会教咱祈祷讲：愿你的名声，愿天顶的上帝伊的名，互人分别做圣；愿伊的国临到，愿伊的旨意得成。这就是今仔圣歌对所唱的诗歌做祈祷文。原来用这3节的圣经，咱为着这间教会来祈祷。这间相片。是咱的教会典藏的相片，因为有一届咧下晡，当落西北雨了后，咱的教会的背影有一道彩虹，所以以前看到这个彩虹了后，以前就将这张相片给翕起来。其实这张是真老的相片，因为你看袂到咱后壁教育馆的总路，你嘛看袂到咱教会边的这个护堂，但是上帝讲。后来的荣耀要赢过前的荣耀。今仔牧师要邀请咱为教会做3个祈祷。第一，亲爱的天父上帝帮助阮兄弟姊妹，我要同心来摇动教会福音的精神，用圣歌队的学乐，用主日的敲钟，用咱好的基督徒的行为来让人见证讲，阮信耶稣的人。是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我倒来到拄则这个老方向先生，就是王金珠前馆长的先生老方向先生。我真感谢上帝，互我伫真少年的时阵就甲伊熟识。伊亲像我一个忘年之交，嘛亲像我一个忘年的长辈。照讲伊加我1起年，但是伊甲我当做伊一个真好的兄弟甲朋友。所以，真侪时阵会聊天，伊嘛是一个真有慷慨心的人。所以，听到德堂教会咧找一粒尊经，想要中和这间教会重新伫这个修缮的过程当中，会通越来越像教会。所以，就有一日主动叫伊的朋友，因为老方向先生本身不晓开车，伊就叫伊的朋友讲：来，你帮忙一下，你载我来德堂教会。伊叫伊的朋友将迄粒钟再来放伫咱的教会，足济年。直到2018年，咱的教会起这个护堂了后，上帝互咱完成这个教会，我感觉毋是最后一块拼图，但是是一件真要紧的拼图。
铁人教会伫2018年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大概主结构的建筑，但是伊并无完成。兄弟，我会感觉人的生命的起造比礼拜堂的起造更较困难。搁再来，咱的教会最后的一块拼图，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正做一个正直、圣洁的基督徒。兄弟，恁同意吗？咱的教会大殿嘛整理了，咱的后壁礼拜堂的这个讲台后壁，因为地动摇掉一条笔顺，咱嘛甲伊整理好啊。主结构的拼图拢好，但是这间教会有一块真要紧的最后的一块拼图，就是咱这群人的生命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甘愿意为着这个拼图，伊会当十全十美。咱甲上帝讲，求你的圣神来改变我的性情，改变我的品格，改变我的想法。主啊，我若是一粒钟，我愿意和你讲。主啊，我若是一粒福音钟，我愿意你摇动我的生命，和我所有的朋友拢甲我做伙来领受天顶来的祝福。今仔咱所唱的第二条诗歌，福音钟直直弹，福音钟声在大弹，福音钟声在大弹。愿上帝互咱遮做一个唔免讲话，都有影响咱的基督徒。唔免讲道，人就明白有一种的道理，唔免用嘴讲的。平安、喜乐，这种的道理拢唔是用嘴讲会通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的圣神运行伫你的心内，先讲互你听。上帝若摇动你心中这粒钟，你若听了好听，你就唱互你的亲人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神甲你三角地带，点伫你的心内，互你心中有平安的静声，互你的生命中间有真正平安的声。愿天父上帝毋是干那将伊的话读互咱听，伊嘛将真正的恩赐放伫咱的中间。今仔咱所念的这条圣诗，伊讲福音钟声在大弹，传到正海到正山，福音钟声直直弹，报福互你甲我。所听的姊妹真奇妙，这个时代有真侪人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咱从来毋捌看过面。这礼拜开始，我有一个工作，就是通过网络会通甲伫南美洲的一间神学院，伊叫做拉丁美洲的神学院。因为咱真侪台湾人移民到南美洲、阿根廷、巴西、乌拉圭、巴拉圭，迄个所在亲像在世界的尽头。虽然有台湾人去到迄个所在，但是后来真困难找到台湾的牧师，因为比美国更加遥远。所以因感觉讲，因若要找到牧师，不如因家己来受训练，将来来做教会的工人。所以因就设一个网络的神学院。我拄有这个机会，甲因做伙上课3礼拜。其中有几个老学生，我所谓老学生，就是讲，亲像咱的长老这个年纪，伫迄个相片顶悬，伫网络顶悬一看，我就知影讲，大概这拢伫教会内底是真资深有年纪的人。其中有一个应该是阿嬷级的姊妹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听到庄秋美牧师，就是阿根廷教会一个庄秋美牧师，伊捌来过咱中间。伊甲我讲，这堂教会下暗时的祈祷会，因有直播。你若想要参加真会通互人安静的祈祷会，恁送这堂教会的直播祷告会。我忽然伫迄个中间想到，这礼拜要甲咱讲福音钟声在大弹。咱毋知影，但是咱就是安尼生活。上帝就将咱的故事，毋是咱的故事，是上帝伊家己伫咱中间的故事，伊就讲互人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为着这个教会，伊所会通带互无熟悉的人的祝福，咱同心祈祷好无？
今仔圣经第1节安尼讲：恁着唱歌学了摇花，因为伊的所行真显赫。愿这个代志，愿这个故事遍传到天下。我搁甲伊加一句：诗篇33篇第3节，唱一条新的歌，好听，搁响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做伙享受这个教会，就是咱信仰的家庭，会当甲真侪无熟悉的人，伫上帝的恩典、福音正声，福音甲咱白白。唔免对遐尼遥远的所在，就会当亲像上帝的国伫天灵，嘛是伫地灵。愿主甲咱三甲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拢来为上帝唱歌。现在你讲我不要唱歌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所在咧讲的生命的歌，唔是用嘴唱的。这个生命的歌唔是用嘴唱，是用你的感情。是用你的行为，是用你的品格。所听的弟姊妹，这条歌会影响什么人？会影响你的囡仔。亲爱的弟姊妹，这条歌对你的囡仔影响比对你的亲人厝边更加重要。一个家庭翁仔某若冤家有紧张，你想囡仔会知无？囡仔无可能唔知，囡仔可能唔知头唔知尾，但是囡仔对爸爸妈妈冷漠、冷战、吵架，囡仔可能知影讲爸爸妈妈有问题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咱所唱出的生命诗歌，第一个祝福，祝福你的后代，祝福你的囡仔。伫你所唱出的这个生命诗歌内底，有上帝美妙的故事，甲你三甲伫底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为着上帝唱这条福音的歌。当咱咧讲起福音正声得大胆的时阵，伊有个另外一个更加要紧的使命，就是咧讲起教会甲人分享同得福音的好处，传福音的责任。福音正声得大胆，最要紧咱咧讲的就是传福音。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真要紧的工作，就是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。你若啉到好的咖啡，你一定会招你的朋友讲：我伫某一间咖啡，我啉到迄个师傅、迄个老板，伊家己冲泡迄个咖啡，真正是够好啉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咱伫聊天的过程里顶，我来讲，无咱来遐啉咖啡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上帝填满你生命的杯，互你啉到的杯是甘甜佮清香。上帝，你的人生是甘美，有上帝恩典的甘甜，试看主恩典的滋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甲人分享，甲咱的亲人，甲咱的厝边，互咱所分享的会当互别人得到好处。第二，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为着教会领受圣神来祈祷。上帝圣神看袂到，但是当上帝圣神来踮伫人的内心的时阵，人的生命有亏力。咱虽然看袂到这个创造天地天顶的上帝，但是这个上帝圣神来踮伫咱的内底，有真奇妙的代志会发生。你的心内会充满平安，你的心内会充满信心，你的心内会充满愿望。虽然你对将来的代志无把握，但是会互你对心内勇敢来向前行。第二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牧师祈祷。牧师嘛是人，牧师会当为恁祈祷，但是牧师嘛需要恁陪我祈祷。咱做伙同心伫这间教会来祈祷，因为唔知影倒一日，上帝要用搁较侪人，带入来，亲像拄则我甲咱讲的迄个叶兄弟，伊家己静静在这个礼拜当中间，唔知搁有偌侪人要安尼烧招，因伫这个所在暂时坐7点钟，因为一生只有短短这段时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祈祷。上帝的圣神就永远踮伫这个礼拜堂，无论有人，无论
无人，伊的圣心拢甲咱撒卡地地。而且咱做伙同心祈祷，互即间教会才对圣心充满的教会。咱伫伊的面前，咱为着教会来祈祷。我真爱伊，真我感谢伊，真伊也有即个电脑的技巧，伊甲迄个拼图甲斗做伙。恁有看到无？即张图吼，真是无简单翕啦。伊甲一个钟楼，佮甲迄个后壁的礼拜堂，伊甲伊背景消掉，伊甲伊结合在一起。我足爱即张图，要诚做咱一生感觉讲，哎呀，阮兜开遮水，也这你感觉咧。愿天要上帝，咱的教会毋是干那水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点伫阮中间，亲像点伫天顶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求你点伫这堂教会，亲像你点伫天顶。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顶。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教会同心祈祷。虽然咱是一间伫庄卡的教会，但是咱要透过真侪奇妙方式，无论是咱的教会线上的直播，无论是咱的代祷，无论是有人来过这间教会了后，讲起咱的故事，讲起上帝的故事，愿天父上帝伫咱祈祷的中间，将能力赏赐予咱。特别是中级当工，咱做伙将做一个祈祷的团体。咱毋是用开会来管理这间教会，咱是用同心祈祷来管理这间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卡地地，互咱伫祈祷的中间就得到开力。主耶稣祝福伊的学生讲：圣神要降临伫恁的心上，恁就要得到能力。能力伫即个字叫做 dynamite， 英语改翻做 dynamic。恁若知影英语 dynamic 伊即个字，其实即个字的字根有炸药的意思。dynamite 即个字其实就是炸药的意思。伊的意思就用即个能力若一爆发出来，伊有迄个无限量的极大的开力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毋是暴躁的脾气，晓得？咱毋是迄个暴跳如雷迄个爆炸，毋是。是上帝点伫咱的内底有某一种的力量，是对天灵来，伊会当互黑暗的关系离开，伊嘛会当互受气的人得到平静，伊会当互惊吓的人得到安慰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中间。你家己讲，神的孩子要带着神的能力，你相信吗？你甲上帝讲，上帝我是属于你的，你的囡仔要有对你所得到的开力。主将这个能力放伫我的双手，主将这个能力放伫我的思想，互我的心内无受到搅扰。因为我的老师甲我讲，啊，你遮尔含慢，你永远无出脱啦。有的人会甲咱讲 impossible， 但是上帝甲咱讲，毋通听因黑白讲。我所创造的囡仔，无一个是撩妹仔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生命中间，咱才对大有能力，上帝会惊钱。第三项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为着这间教会来做见证。既然讲这间教会是我的教会的人，咱对这间教会，咱拢有责任。因为无论你行到什么所在，人问你讲你对对来，你讲我对德堂来，对方可能毋捌听过德堂是什么所在，但是无的确，伊会听到讲德堂教会过去是一间没落的乡下教会，但是最近好像在云端上，因有咧做云端的直播。有捌过咱的教会的人，伊甲我讲，牧师要做直播较简单，但是要提供有真正生命的直播的内容，这都无简单。因为迄个人是科技人，伊是伫即种的工作顶悬，伊是专业，伊知影伊会当用足好的设备，伊嘛真知影讲电脑会当做啥物。但是福音的内容，都毋是科技家己本身就有的物件。愿天父甲咱撒卡地的所听的姊妹，
这间教会的存在是因为有你甲我甲上帝。这间教会的存在是因为有你甲我甲咱的上帝。咱就代表这间教会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愿意这间教会做什么种的见证？求天父上帝将伊的圣神亲自教咱来讲证，互咱会当为着这间教会来出声。每一个人都亲像拄则我甲咱分享讲，咱的生命亲像一粒钟，对少年到今仔日，兄弟，你感觉你的人生怎样？我真歹命，我真歹命，我真歹命。伫细汉啊，出世伫一个艰苦的家庭，少年的时阵，可能咱的心声拢感觉讲，我真歹命，我真歹命，我真歹命。但兄弟姊妹，到今仔日，你愿意上帝甲你敲钟的时候，你听到声讲，我要互你好命，我要互你好命，我要互你好命。兄弟，你敢愿意？上帝将伊的手改变咱的生命。主啊，听阮祈祷，毋是牧师讲我要好命，我要好命，我要好命，我就会当好命。上帝的圣神，若将迄个美妙的生命的歌声放伫咱的生命中。诗篇33篇第3节，伊讲：断了好听，佮响亮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一个有自信。就是伫稳定中间，伫信心中间，伫仰望中间，上帝给咱一个新的迄种的信心。我相信上帝明日有伊特别为着我的祝福。这你相信明天会神奇妙的预备吗？你有期待安尼吗？咱甲主讲，主，我相信。求天父上帝赏赐你一个新的开始，将你的目睭头壳累累，敢若样看涂骹。你今仔日靠抬头挺胸，咱抬头挺胸，咱看天的阳光，毋是看涂骹，毋是头壳累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唱出上帝的奇妙，会当看到上帝伫天顶的彩虹，会当看见上帝伫咱将来伊的有病。今仔日原本牧师所讲的圣经是7节。但是我后来所讲的，我用以赛亚12章迄节，我来改变。上帝帮助咱，上帝讲后来荣耀要大过前的荣耀。求天父上帝互咱的子孙，因伫上帝的面前真侪比咱更较有能力的囡仔。这2个月，咱送2个青年，一个去英国，一个去德国。这无代表什么。但是代表咱的囡仔心中对某一种将来因的目标有一个期待。也这有时这种的目标，不是咱做几大人，咱有能力予伊的。但是上帝若要甲咱的囡仔开门，你敢有相信上帝有可能为咱的囡仔开门？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囡仔将来所行的路，伊的荣耀赢过咱的荣耀。阿们吗？你甲上帝讲，主，毋是荣耀我，是因为你的荣耀甲我相合伫地。愿天父上帝，这间教会所该得到一切荣耀，是上帝家己。主伫这个所在赏赐圣神，主伫咱的中间赏赐平安。当圣神临到咱的时阵，咱就要做主的见证。见证这个字伫圣经原文是一个真严肃的一句话。原文这个字伫圣经原文其实也翻译叫做训教、宣告，意思就是用生命坚持到落尾。见证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原文伫希腊文的中间，见证这个字就是讲，我用我的生命背书，我用我的生命背书，甚至到死，伊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见证毋是用嘴讲，见证是用你的生命活出来。求天父上帝赏赐咱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有啥物人会当用你的生命
来做见证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明白，咱的教会存在毋是荣耀咱家己。人会通袂记得得到教会，人会通毋知影得到教会，但是愿上帝的名，家己得到荣耀。愿天父上帝甲咱同在，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互即间伫乡村的教会，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赏赐水的教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伫即间教会赏赐点点滴滴，每一项伫即间教会内底对你领受的，无论是阮的教育馆，无论是阮的礼拜堂，无论你所引出来到阮中间来做阮的兄弟的每一个人，所以伫阮中间会当坐伫即个所在，毋是一个偶然的，因为伫即个中间有一半的人。伊毋是出世伫德堂，但是上帝，你何等疼即间教会？你对远远的所在将因带来到阮中间，为着要陪伴即间小小的教会，你也为着要丰富阮彼此的活命，所以你互即间教会成做一间是你圣神掌权的教会。阮伫你的面前听过上帝，你今仔日甲阮讲。阮每一个人拢是一粒福音的种，愿主你甲阮撒下地底，互阮成做你福音的钟声，摇动互人听见上帝你平安的声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，祈祷我佢所有性命，阿门。